有的民众欠钱哦，也毋过无资格去向银行借，会去向民间的融资公司借，也毋过目前哦，融资公司无受到法律的规范，有一寡债务人因为利息滚利息哦超过20%是真凄惨。民间团体是呼吁金管会应该赶紧提出融资公司法的草案来减少乱象。17个月我们付了170万，那我问他说本金还了多少，利息还了多少？170万。 既然告诉我们说利息要付100万，本金付70万。A 小姐真生气，讲出行销互融资公司无合理的过程。伊伫180年向融资公司借400万，一开始逐个月固定成8.8万块，借钱过27个月才摕到合约，到呾阁有363万爱还。伊讲这个坑愈补愈大坑，利率也无公开透明写伫合约内底。 较侪受害人自救会就表示，因为目前无法律通管理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，虽然民法有规定袂当超过16%，毋过融资公司也会用其他讲法无合理的增加利率，定定算起来拢超过20%。它这个贷款交易不透明，而且利率非常高，都如果把手续费、违约金、对保什么拖车费加进去，算起来都超过20-30%。较侪受害人自救会表示，自2021年逐个月收到1-2件申诉通报，到呾通报件数逐个月增加约3成，愈来愈侪人掉伫无公平的融资契约内底。另外，律师也表示，金管会捌答应讲要伫融资公司法草案出来进前，先将台湾目前4大融资公司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法。不过，金管会目前煞无任何作为。金额空白，利息多少不清楚，借贷金额超过他能够还的额度。 借钱很高兴，但是还钱就很痛苦。那还不了钱，产生的都是社会问题。催债没有规范，这个都不是消费者金融保护法能够规范的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因为无专法和组织单位管理融资公司，目前受害债务人也无通申诉。也强调，因呼吁金管会伫6月份立法院会期结束之前，赶紧提出融资公司法的草案。金管会表示，伊个会伫6月底之前公布金保法上新的规范。 也拿融资公司法草案，因目前正在研议讨论。记者张家佳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